新聞的頭一條來看新竹竹東的山區，昨下晡落超大雨，結果發生着死亡的意外。有4個女大學生去龍營花亭的半路，騎車經過竹東122縣道，因為路面積水，其中2個人滑倒剎車，佫一直予水衝去邊坡。熱心的過路人趕緊來幫忙，駛大車把這個水擋咧。真無簡單，總算甲坐佇後座的女學生甲救起來。但是騎車的21歲女大學生頭殼予機車甲護欄壓掉咧，當場死亡。山區落個麥仔水一直衝對面高，嚴過瞬間的大雨根本就袂赴消透。這個暗坑，所有位車攏死頭，因為頭前的水已經淹超過大腿。起水差不多到那個腳掌，他們騎着摩托車啊，從我後面這樣子超車這樣過去了，剛好有起水，他輪到他們，我就慢慢開。按喇叭之後，他們沒有理你。對，他一樣都往前走啊。消防警員趕到現場，頭前路攏是黃土水，也有雙載奧特曼騎士甲乘客予水流衝一個剎車。有一個大哥下來幫忙，後座的乘客有脫困了，但是摩托車前面一直拉不動，手把被護欄卡住，水變很大嘛，大家就離開，沒有辦法過去。現場的施工警員看到起訴剎車的過程，當時有4個大學生意外剎車滑倒，其中1個女大學生連人帶車弄到路邊護欄。大車的過來擋水，3、4個人，然後我們下去。你其實倒下去到再出來的時候，應該有20幾分鐘。昨下晡，新竹縣竹東鎮的山區熊熊變大雨。21歲生地女大學生1個月前，大家朋友訂好，騎奧多麥要去山頂露營，因為上大雨，敢來當原路轉去。想要到煞佇竹122線淹水路段，予水流衝一個滑倒。女大學生跌落路邊的排水設施，傷勢嚴重，不幸歸亡。不要這樣講，大家都不願意這種事情發生。出發進程，家長閣被引起勘察地形，安全也想袂到會出意外，家長無法度接受這個歹消息，老師也攏真唔甘。目前已經啟動校安的通報加協助機制，除了心理輔導，也會繼續加強水域加山域的安全教育，提升學生啊風險的辨識，也有自我保護能力。